大甲镇南宫的妈祖100年来头一届南巡，到高雄绕境1个月，刷落来3月19，就要进行1年1届的大甲妈的绕境。真侪人拢咧问，敢会因为武汉肺炎来取消呢？庙方讲，台湾的防疫做甲真好，所以大甲妈出巡未来取消，会照常来举行。到时阵会加强消毒甲量体温。大甲镇南宫举办祈福法会，参加的信徒非常多。这场法会是为着3月19暗时大甲妈绕境活动所举行的，因为武汉肺炎疫情，真侪人都唔敢去人多所在，尤其是养年妈祖起驾出巡参加的人非常多，不少信徒担心疫情的影响绕境。大家生意嘛爱做啦工具嘛爱做，即摆武甲安尼，大家惊甲其实咱台湾政府对这防疫做了嘛袂歹为着让民众安心，嘛会选择参加团队，甲信众每天拢爱量体温、较接洗手，而且注意身体状况，所以今日大甲妈出巡照常举行。这段期间，妈祖出巡嘛当安定民众的心情。大甲妈的绕境队伍特别来到高雄凤山，信众排队规列，等咧2桥骹。这是大甲妈100年头一次南巡，6月15开始，展开为期1个月绕境，有2000多人参加。庙方嘛希望借由宗教的力量，让民众加一点仔信心，做为抵抗武汉肺炎的疫情。